所在的位置就是星际娱乐场，隔壁是皇朝广场的葡萄园餐厅，是一个品尝葡式和澳门地道美食的好地方。驰名的葡式马六甲咖喱炒蟹、非洲辣鸡，这是蜀荣局马介休最特别的超过50几年的葡萄红酒。来澳门首选正宗的葡国菜葡萄园餐厅，订座电话28752599。葡萄园餐厅全体同仁恭祝各界人士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澳門係一個好玩好食嘅好地方，葡萄園餐廳係一個葡式同澳門地道美食嘅好地方，葡式馬六甲咖喱炒蟹、非洲辣雞、忌廉薯蓉焗馬介休。特別嘅就係呢支有幾十年歷史嘅杯酒，所以嚟澳門首選就係正宗嘅葡國菜葡萄園餐廳。訂座電話28752599。葡萄園餐廳全體同仁恭賀各界人士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